今年第20号风台潭美，伫咧今仔日饭店过2点的时阵已经形成啊。照目前预估的路线来看，气象署估计25甲26这2天风台会上倚近咱台湾。虽然即届是未直接扫入来，不过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即届北部甲东半部等等的所在雨势不略粗。伫菲律宾东平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伫今日透早2点发展成做今年第20号轻度风台潭美。为目前有无路线来看，继续向西北西方向穿过菲律宾卢松岛，进入南海几率上大。目前伫巴索海峡甲菲律宾东平海面航行甲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它大概25、26号是最接近台湾，通过吕宋岛。大概20、25、26这3天要注意，尤其是在台湾北部、东北部甚至东部地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拜日下晡到拜三，东北季风阁增强，北东会先落雨。宜兰山区有大水雨，拜四开始，风台外围环流开始影响，北海岸宜兰会有大水雨。中南部山区也开始落雨，拜六到拜日北海岸宜兰甲花莲地区要注意超大水雨。气象专家分析，21个电脑模式包含 AI 拢修正。路线由北端改造西进，主要是后边对这热带扰动发展，和个压东退，和路线向西修正。西北方跟东北方各有一颗高压去导引它，那另外就是它东边还有一个扰动，那这个热带扰动如果成型的话，可能也会让高压的形态做出一些调整。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季所以其实北方我们也有一些西风槽或东北季风南下，那造成说其实它整个未来的动向，尤其它接近吕宋岛之后，动向的变数是比较大的。专家指出，虽然目前有切风台未直接过来，不过外围环流有可能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甚至到恒春半岛地区带来普遍性落雨，有要做较大加继续性的雨势。目前因为风台周围有真侪势力左右，路线有有变数，请民众要继续注意后续的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